依靠税进千古事，十载搬因百万兵。来看这台南真德文献国中，因趁着休热期间举办布袋戏的体验活动，也让学生囡仔体验到这布袋戏甲台语口白水。这身穿蓝色的衫，兼体开身是布袋戏内底的文星。因为这身三花笑，常在伫气氛紧张的时出来讲笑开化解危机。布袋戏拢总分成7大类的角色，为着要让囡仔通练捌传统文化。在咱的文献国中，伫休热期间，特别邀请剧团来学校教囡仔抓红仔的美感。头摆接触的囡仔拢学甲花头戏面。布袋戏是我第一届摸到的，真趣味。啊，你好到学着什么物件？学着布袋戏安那行路。看布袋戏，咱像做正常。啊，毋过以即摆囡仔来讲，布袋戏即个物件，对因来讲，咱像有听过，有看过，毋过伊无摸过。布袋戏内面，伊足侪迄种台词，是足水的迄个台语的文化。这摆营队毋敢若互因看尔，嘛互学生动手练习要安怎来抓红仔。让布袋戏师傅讲，每一个角色咧行路的骹步手路，就爱佮参与个性做配合。若要互红仔更加有灵魂，上重要就是模仿角色的讲话开口。剧团嘛传出场诗来互因体会台语本音甲鼻音的用啊。角色出现的时阵，伊有伊的足特别的口白。哦，伊有念诗，也有口白，咱口白就是甲婴仔用台语来讲。咱若要传承，咱就是要对上基层的，像对国小啊、国中啊，对学校开始向下扎根。我感觉安尼应该是一个较我都延续咱布袋戏文化的传承的一个方法。古早人常在看布袋戏做伎娘，这嘛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。不过，即摆布袋戏的市场渐渐低迷，剧团近来嘛注心甲文化向下定根，因希望有更加侪人愿意来学习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